来关心为着要解决咱国内欠工的问题，劳动部即马有宣布要增加外籍移工、外劳伫制造业、营造业、农业和长照机构的人数，大概会当增加28000个外劳，其中有一半是看护工。上紧伫6月中要来推动，也毋过中人业者是表示讲，要开放当然是无问题，也毋过来台湾了后，敢有法度管理，敢会偷走去做违法的工人，这才是大问题。 会到啊，会到。甲照顾伊的看护义工讲国台语，国小的老师退休，到长照机构养老的王阿嬷体力不休，也甲机构的人员来耍游戏。老年的生活无孤单，伊有长照的产业欠人的情况严重。劳动部23有高调征聘雇义工的资格，其中包含机构看护义工名额。 我是觉得可以缓解到我们那个现场上经营长照机构者的一个人力，目前是可以治标啦。 除了机构看护义工会增加14000个名额，营造业会增加8000人，农业义工会增加6000人，制造业会增加600人，希望用个保一个四大产业无够人力。疫后各产业都有缺工比较严重的情形，所以劳动部跨部会商之后，那就放宽了这次有4个产业，像畜牧、养猪、养牛等，或者是像水产，那这个都是可以当单一雇主，他就可以直接来跟农委会申请。 由头一摆开放营造业的民间工程，因为既然若是无有够劳动力，工期一直拖，会增加营建的成本，会影响厝价。这样是营造成本会降下来啦，买房的压力会比较轻啦。现在营造成本就一直在涨，涨的时候房价就往上再涨上去了。 不过，伊讲中介业者烦恼政府放宽原业动作无困难，也毋过安怎防止倒脱的后续管理，这才是问题。环境跟福利啊，还有薪水是否优渥啊，会成为他愿不愿意留在机构继续奋斗的主要原因。可以开放外国的护理系毕业的劳工进到台湾来从事护理助理的工作，那相信对台湾的照护品质会更好。 劳动部讲，新法有过期限是7天，上紧伫6月中会推动。不过，即阵的失联移工有8万外人。中介业者烦恼讲，增加移工的数量了后，若是无法提升管理的能力，也是加强相关的配套做法，只惊制造更加多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